过来看了关怀了稀罕二界内的报道。今年中安家上一套某把些条路，实现质量集体工作唔灵活，应对能力未熟人，是讲系有真大嘅困难。基隆市基种家长协会成立一间防派房，本来都有中安界儿女，必须有自家赚钱嘅能力。面对第一波来学，你选照顾自家。所以当然来看，今日你选3万嘅客户，身体嘅中安，靠自家大病嘅勇气。要记得哦，一排要排几个？要排几个？4个吗？8个。哦，8个，好 ，OK， 很好，来。细心细意地变皮风改成盆盆的黑人，之后过后一地地整齐摆好，漳州的拿去配上，什么款也都动作一简单。对部分数字理解能力较唔好，可能连算动意识都算唔到的智能障碍成人来讲，毕竟是动态挑战。像安尼一般人可能1摆2摆，或者用木竹款做的，啊，唔过佢爱用数去甲做，可能1摆将排4片那种的千层酥来讲好的，搞几粒豆可能爱1、2、3、4，然后再1、2、3、4，嘿，啊，或者是可能1、2、1、2、1、2 7摆，1、2就一排就半条安尼，防配防杜风，大家以查做预防，认真反省，自家应付。家条美食向我背前条路，不过接送都会遇到动态困难同打击。不过啲鸦片同做乜呢冇相关，做唔错嘅咪冇要紧。大家做得上蹦上天，向下进步。成就感就是来到这些，对，系啊，就看到原来伊唔会你下会的呢，就很开心的。也下大组来打卡，竟然系一条同宝宝同智能障碍者等日千其他事情。防配防咪限系夹到生活的中心，系讲门夹到来一片青蒿做马街，夹到会安尼欢喜的老人讲。最喜欢做什么？包饼干。包饼干，然后还有嘞，贴贴纸。贴贴纸哦，为什么？你刚才说贴贴纸怎么样？要贴怎么样？漂亮。要贴漂亮啊？什么叫做贴漂亮？我贴歪哦，不可以贴歪。开心啊！是哦，为什么？因为可以交到好朋友。哦，真的，所以这边你有交到你的好朋友的。对。哦，这边先折这个，折这边，两边一起推，放中间，放中间。对轻简单的做包装来做，等等能力进步，将快速天数出批判，证明做出好食的表现。按对过程系我家到自家天天的发现。身心障碍者还系做到动作，大家知道家到做唔到的事情。我们的孩子大部分他们从小就是被从家长的指令，就是你要干嘛？你今天要做什么？你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就是他们一直是在这种指令下长大的孩子，所以他们已经丧失了自己去思考或是自己去决定一下他们的事情的功能。那我们熊米屋的成立呢，就是要让他们慢慢的去把这样的能力找回来，或是把它培养起来。你要巧克力哦 ，OK， 1包50块。你是我教的。因缘果好找钱，也系简单的很卖方言，一边重复经典。就算上班下还系咩唔清楚，唔过当到家中还系发现，成人的各方面的能力都比头摆加以好。今年初6上班，他说我要自己去啊，我好，我就请给他。他第一句话说：“老板好，早安。”他会这样讲，谢谢。我就走了。我在远远有听到有看到，新年快乐，他会这样讲。结果他像有出去卖饼干，他回来会想说：“我今天都卖光了，还是今天有什么？”他是表达不清楚，但是我总知道说他是说哪一种饼啊都卖光了，还有今天会还有剩没有卖完，他就会这样子讲。新冠条度仲系挂掉等成人的野外面世体液，也有同宝宝同智能障碍者还系为自家照顾自家。就算依来多时间，人生做好好，未必一般人还那辛苦。唔过家到还系用乐观的态度为同大家正面，佢自家想为未来未做地用自家松树去争取。客家新闻已经有成咗，基隆特别报道。